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喜欢的女人只有郝聪明。还不快去把你表弟！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？ 香槟联语怎么说来着？香配。Here you are. Thank you。我们今天订婚，你能不能开心一点啊？你开心就好了。你用各种手段逼我就范，为的不就这种结果？跟你订婚，我只是为了迟氏跟我妈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的订婚只不过是一场交易。好，交易就交易。就算我得不到你的心，我也要得到你的人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今天晚上的舞会是为了迟氏和郑氏的联姻开的？你说迟墨和郑宝珠啊？他们3年前都已经在交往了，这门当户对，结婚嘛也是迟早的事儿。不是啦，我听说迟墨早就不喜欢郑宝珠了。今天晚上的舞会和订婚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这个我能证明，之前迟墨还约了我去相亲呢。约了你？少臭美了！迟大少爷要是能看上你，今天的舞会的主角就是你了。什么上流社会嘛，我也是聊八卦。韩毅，韩毅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来见识见识这豪门的舞会长什么样嘛。但是这个舞会是要邀请函的呀，你从哪弄到的邀请函啊？我……难道你不会这么快就穿帮了吧？难道是郑宝珠送他的邀请函？好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用我的那张邀请函做了一张假的。啊，对，我就拿你那张仿张假的嘛。妈呀，总算混过去了。要是让聪明知道这场舞会是我给郑小姐支的招，他非削了我不可。你来的正好，这种场合我平时来的不多，还有点紧张。你来了，我自在多了。各位尊贵的来宾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欢迎大家莅临这次迟氏主办的慈善舞会。下面有请迟氏集团的迟墨先生和郑氏集团的郑宝珠小姐。谢谢大家今天抽空来参加今天的舞会。那举办这一次舞会呢，一来是谢谢大家多年以来一直支持我们郑氏和迟氏，二来是我和迟墨将会有一件大事要向大家宣布。这么美好的夜晚啊，我们家宝珠终于和迟墨在一起了。哎呀，能有像宝珠这么好的儿媳妇，是我们迟家的福气。郑氏和迟氏这是要有什么大动作呀？我知道大家一直有关注郑氏集团和迟氏集团在生意上面的合作。那其实我和迟墨在生活当中呢，也是非常的甜蜜。趁着今天这个难得的机会，我和迟墨将会在这一次舞会上正式订婚。真的是订婚？在此，我要特别的谢谢一个人，那就是站在那儿的韩先生，请你跟大家招招手。别介。在我和迟墨的交往过程当中，韩先生帮了我很大的忙，就连今天晚上的订婚舞会也是他帮我策划的。韩毅，原来你早就知道一切。下面请我的未婚夫迟墨为大家说两句。表个态吧，你妈和我爸都在下面呢。
别让他下不来台。今天，我跟郑宝珠女士没错，站在台上的这2位就是金童玉女，让我们为这对新人鼓掌吧！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。接下来，有请这对新人交换一下订婚戒指。韩毅，我跟你这么多年的死党，你因为钱，你帮着那个女人来算计我。现在我像一个傻瓜一样被你们耍得团团转，开心了？你满意了？不是，对不起，村民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喂，你干嘛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别装傻，今天是我们的订婚。订婚？村民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那样的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喜欢的女人只有郝聪明。石墨，你给我回来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迟墨闹什么名堂？怎么样？迟墨，什么都不用说，跟我走。还不快去把你表弟给追回来！哎，没想到郑氏大小姐也会有今天的。来干！这都什么事儿？我们去哪儿？不管去哪儿，总之我们先离开这儿。坐稳了。石墨，其实你可以不用这样做，你为了我这样一走了之，后果会严重的。我不是石墨，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。你是小小？